学甲区这一次我们改善了大概有3条的这个路面哦，包括寄生路、百花路、信义路哦，那大概长度是1.4公里哦，那大概1个月就完成。这次最主要除了改善路面以外，对于路基比较差的部分呢，我们也做一些改善。在百花路方面，这个分隔岛比较老旧的，我们这一次也一定改善。这一次我们生活圈道路建设呢，市长也争取到了这个学甲外环道路。那以后呢，这个过境的车辆就不必经过这个市区，最主要是要到北面去，北面啦、芦竹沟啦地方。那这个总经费大概是6.3亿，明年呢就可以开始去进行这个用地征收和施工的这一个作业。我们到了伫遮呀，这样好不？袂歹袂歹，嘿。掌握市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。学甲区道路近期逐一完成多条重要道路的路平改善工程，例如学甲市场旁通勤人潮众多的寄生路，还有学甲区对外重要联络通道的保发路、信义路。以上的路平改善不仅带给市民平坦舒适的用路环境，旧路新铺也让学甲市中心呈现一番新气象与活力。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。我们慈济宫前面有几条路，寄生路、保发路，还有信义路，3条路的路面的铺平。以前大家想到路平，都只想到都市里面，的道路。其实我们原来台南县的很多地方，除了农路需要新铺之外，许多主要道路也需要路平，把它做好。那其实在我任内这3年来，光是农路的话就增加了5.1亿的这个预算。那分布在农业局、还有地政局、还有公务局的相关的这个道路。那建设是要这个南北平衡，建设也要城乡平衡，所以我们努力来做这个地方道路的整平，让民众有比较平整的道路好走，让咱的市民朋友路较好行的，互咱农民朋友农产品要载出来时，莫顿甲规个拢害去，路路的征收，我希望讲加大力道，互较侪人市民朋友享受更好的交通品质、甲生活品质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你好，是观众欢迎收看12月10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台南今年牛肉文化节活动，除了11号要伫盛华美女场登场，另外伫市区的牛肉汤业者，12号嘛将推出限定店家人家的介绍，并将只要伫店家打卡，就当摕到牛肉护照，年底进前拢会当享受好康。台南市牛肉文化节11号上午将伫个盛华美女场来登场，配合活动的宣传，市府农业局10号上午嘛邀请高级的牛肉店家，伫个市府二楼广场举办电视推广，并且由市长黄伟哲加高水赛称号的知名主厨郭主义，共同来料理国产的牛肉，推广台南好牛。过去台南牛肉都是以牛肉汤著名，但是除了牛肉汤之外，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牛肉料理。为什么？因为台南市是肉牛全台6都中肉牛生产最多的，也是年屠宰量达到8000头所以说对于台南的牛肉我想说大家都没话说，尤其国产牛肉一定比进口牛肉好，台南牛肉又是国产牛肉中的佼佼者，论新鲜度，论这个 Q 弹度，论好吃的程度，我想说都是第一。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，还是希望说把这个国产牛肉的这个厨艺以及它的料理方式，让它更上一层楼。如果明年能够登上这个米其林的不管是必比登也好，或者是这个米其林星级也好，都是对台南的牛肉一大肯定。我们有这个雄心，有这个壮志，也希望说台南牛肉更上一层楼。希望大家都喜欢吃
牛肉，尤其是台南牛肉，根本就不用担心有什么莱克多巴胺的问题。市府农业局长李建宇表示，配合牛肉文化节的活动，12号上午还有限定牛肉店家铜板价快闪的活动，民众只要到限定的店家打卡，就会索取牛肉的护照，享受年底进前的消费优惠。咱总有迄个安平区、北区，啊，搁迄个中西区有3间牛肉店，咱会办理这快闪活动吼。啊，这快闪活动有一个好处，咱的民众来到这，交咱的店家有一个互动打卡上传到咱的蓝德极品的时阵，都可以得到100张的这个牛肉折价券吼。啊，咱的朋友就当伫遮吼，用50块的铜板价来食到咱这个100块的牛肉汤。另外，咱伫12月18到19，咱嘛伫美术馆有这个市集的活动。啊，咱朋友来到这，交咱的店家做一寡互动，你嘛会当得到牛肉护照。这个牛肉护照，你当伫咱全台南市有23间合作的店家，同款你嘛当用着铜板价来食到咱的牛肉汤哦。12号的限定店家有北区、中西区甲安平等，除了东港享有铜板价的品好牛快闪的活动，另外伫个18、19两天，伫个台南美术馆嘛有生活市集，会用索取牛肉的护照。欢迎民众做回来台南品好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因为建筑外观有中国宫廷风格，总是吸引真侪民众前往翕相留念。所以庙方现在特别打造全新宫廷风格摄影棚，而且有组织服装，让民众无论棚内还是户外，拢会当满足。长长的进行拍摄。中国风景的场景，加上生情汉化的人，互人有一种穿越到古时的感觉。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建筑设计参考北京紫禁城，平常时除了有真侪来拜拜祈求平安的人，嘛有真侪摄影爱好者、婚纱公司来这取景翕相。感觉就是有到古代的地方一样，就是有穿越的感觉。对，穿越的感觉。庙它在这里呢是相当有名气的，然后这里是非常很多进香人士啊，或者是庙宇会过来共襄盛举，所以当这个庙今年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，反响非常的好，所以然后他又庙方很用心的在庙里面呢腾出这个房间，然后造了很多这个古风景。为了带动当地观光，庙方特别建置宫廷古风摄影棚，并提供汉服，让民众做来翕相，希望让更多少年人加入来传统的庙宇，体验民俗文化甲古风潮流结合的趣味。你来这会当用足侪角色扮演安尼，过主这个戏引，用这个角色扮演安尼，所以讲来这圣母庙这参拜，唔定讲是有罗里门嘛，比如咱事业成功、大趁钱，就身体健康除外，佫会当来这角色扮演，翕无水水，会当上网，脸书也好 ，IG 也好 ，YouTube 抖音安尼，留下美好的回忆安尼，纪念安尼，欢迎大家大家来罗里门圣母庙这参拜，互罗里门嘛，比如大家大趁钱，身体健康。圣母庙主委王静莹表示，到日本有和服的体验，到韩国有韩服的体验。现在来到正统罗里门圣母庙，不只会当拜拜求平安，嘛会当体验中华文化汉服之水。欢迎全国好朋友做伙来佚佗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在地服务已经满15天，陪伴超过220位弱势长辈。为了感谢各界善心人士长期的支持，所以特别伫岁末举办15周年感恩大会，并且甲长辈做伙动手做圣诞盆栽，感受园艺所带来感动。为感谢各界长期对着华山基金会帮忙甲支持，华山安平爱心天使站在日举办感恩茶会，邀请爱心单位台南中坛善心会、山上美邦人寿、1766通讯处等贵宾，做伙来陪伴长辈体验种花种草的趣味。而且这长辈伫动手做的过程当中，不但会当延缓退化，嘛会当感受到园艺所带来的疗愈感。
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呢，在地已经建站满15周年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在疫情舒缓之后，补办我们的满15周年感恩茶会。我们邀请了我们在地的那个100岁人瑞，还有我们大概将近约50位的左右的阿公阿嬷一起来到天菲里活动中心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是希望说透过服务影片的回顾，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去回顾说这2年我们如何在疫情之下完成我们的日常的服务，还有如何协助长辈们在生活中度过一些困难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邀请长辈一起要来种植那个园艺 DIY 的部分。我们邀请长辈将充满生命力的小盆栽移植到大盆栽里面去，并且做一些圣诞的装点，象征希望说在疫情结束之后，我们一样可以回归到我们具有生命力的那个日常。今年是安平天使站成立第15档，一路以来得到真侪爱心民众以及单位的支持，基金会嘛真感谢大家帮忙。我们华山基金会呢，现在正发起我们2022年的那个常年服务，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协助就是长辈募集爱心年菜，一份是700元，或者是每一位长辈每一个月的那个到宅服务经费是1250元。那也呼吁大家，如果社会善心人士可以协助我们，那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都可以联系06-299-8015。我是安平站的站长维珍。华山基金会伫全台有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，服务大约3万名长辈。伫咱安平区嘛有袂少弱势长辈需要你我的关心，站长李维珍嘛希望有寡侪认同因理念的人，做伙加入关怀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台湾手表天团配合宗教关怀，已经连续19档颁发弱势慰问金。今年申请通过人数总共有740位，每人每户颁发6000块。其中委特嘛特别出席颁奖典礼，感谢别方甲信众的善行。台湾手表天团对民国91年开办岁末送暖、发送慰问金的活动，到今年已经连续19档。受帮助甲关怀的人数超过1万人。在团法人台湾手表天团的董事长徐国润表示，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伫个大环境改变的状况，弱势族群的生活更加需要帮助。去年开始到这阵疫情非常的严重，但是我嘛是足幸运的，讲这阵小可舒缓的情况之下，我会当继续办这个活动。对于咱遮受到疫情影响的一寡，比如艰苦人也好，还是讲自强化也好，阮会当代表咱的善男信女来做一个桥梁，来帮助因会当以这个寒冬的时阵，会当过一个温暖的寒冬，这嘛是咱大家所寄望希望的。上午的颁奖仪式包括市长黄伟特、甲社会局、民政局等官员。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嘛拢出席，感谢手表天团寒冬送暖的善行，再次见证我们天坛对于我们弱势家庭他们的一个帮忙。今天总有将近700多位对来这个获得我们的扶助。那在岁末天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温暖，也谢谢天坛基金会他们对于社会的帮忙。我们是这个他们已经经过了好多年了经过了许许多多届了。那一年又一年对于弱势家庭的帮忙，我们是深深的感谢。那政府的力量有时而穷，但是民间的力量却是无穷的。政府的社会安全网都有一定的限制，但是民间的力量却是没有限制的。我们谢谢天坛，也谢谢许许多多社会上热心的，不管是基金会，不管是慈善会，对于社会弱势家庭的扶助，我们一定全力来跟他们配合。手表天团寒冬送暖慰问金的发放对象，主要以台南市具有中低收入户的资格，或者是民众厝内突然间有变故，无法度维持家庭生活等。今年总共提供740个名额，每一位发送6000块的慰问金，总金额高达440万，希望会用帮助更多弱势民众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
现代人注重饮食健康，食素嘛成为真侪人的选择。其中中村素食以食健康的好处边作为号召，32年来坚持健康美味的素食料理，现在已经推出年菜组合，提供消费者另外一个健康的选择。过去一般人会认为食菜是因为宗教因素，但近年来随着食安议题以及健康诉求，中村健康素食餐饮连锁32年来持续推动食健康的好处边理念，得到真侪老顾客始终追随，而且因为料理手法用心，口味多变，就连小朋友嘛同款爱食。让自己有一个就是一天可以吃蔬食的概念啦哈，因为其实觉得第一因为在这边工作啦，那相对也就是想说在这边工作也方便，然后有一天就是无肉日的感觉这样子，至少让自己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调整一下，至少我有不吃蔬菜的那种感觉。这个礼拜一、礼拜四都吃素，我蛮喜欢吃素的。长春的以前我在台北新店也常去吃，我是从新店搬到台南3年了。每个人吃素的原因不一样哦，从早先的宗教素，后来是健康素、环保。那现在大部分的人吃素食都是因为健康，所以我们长春健康素食一直在推这个观念，吃健康的好处边，是我们秉持了32年的经营理念，每天新鲜食材，用健康的料理手法来提供我们大台南地区。将近每天有2-3千人来用餐。过年要到啊，中村健康素食餐饮连锁嘛推出年菜组合，提供消费者除了大鱼大肉，另外一个健康选择。今年最主要的几道好菜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像我们的猴菇，我们有 XO 酱的炒猴菇，还有我们的东坡肉，我们用我们的花菇，还有蒟蒻，还有百叶。还有我们的素肉块，然后用我们的布瓦西把它绑起来，而且再下去卤，让它入味，很好吃的笋香东坡肉，还有我们的4色拼盘，你看我们的山药卷，还有我们的米糕，我们今年的很特别的米糕是用古早味的麻油米糕，就是用我们北港的麻油来炒我们的爆香我们的老姜。然后旁边搭配我们的芋丝，我们很有名的那个萝卜丝饼。有人吃素是因为信仰，有的人是为了健康，但现在嘛会当是因为美味而选择来吃。中村健康素食除了有自助餐、年菜组合，现在嘛有推出拌面拌酱的组合，方便消费者伫厝内就会当家己料理出餐厅的口味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法国文学家讲，艺术是一种享受，而且是上界迷人的享受。所以，台市伫因家艺术教育顶面，嘛是多元适性发展。今年由大成高中所主办，有4间高中适合的联合音乐会，再来好伫将伫文化中心登场，嘛邀请民众提票做回来享受。伫水高社文化园区的美丽改造以后，邀请永和国小甲大成高中音乐班的学生，用因上届骄傲的管弦乐先公开演奏，嘛互高职区加听音乐的气氛。重点嘛是要借此来宣传12月16暗时7点将伫文化中心演艺厅的联合音乐会。到时阁有新民国小、南平高中以及台南艺术大学应邀演出。那我们今年的联合音乐会，我们是由4所学校一起来做承办跟表演。那今年是由大成国中来做主办。那4所学校呢是大成国中、南兴国中、永福国小，还有新民国小。那今年我们的一个主轴是幸运草。我们呢用4个花瓣加中间一个爱心，呈现我们台南古都的音乐的素养。那这4所学校呢是我们台南市原本就是非常着力的县市合并之前的4所，以推动我们整个的
音乐去做培养各种人才，所以目前这4所学校都以音乐在做扎根，培养出来的人才呢，在各地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有非常好的表现，甚至呢，他们在国外也都有非常突出的一个优秀的表现。会中教育局长嘛出席，对来肯定台南音乐班的学生连续核选全国比赛特优的表现，呈现台南音乐教育一步一步扎根成长以外，透过联合音乐会，嘛要传领市民做伙调向艺术生活化。西南跟西北，我们对于学生的艺术才能的培养呢，都一样重视。那音乐班呢，每一年大概4个学校都会联合举办这个音乐的一个发表会，在文化中心。那今年我们也是设定在12月16号的晚上7点。我想这样的音乐响宴呢，它主要目的应该有2个，一个就是展现我们音乐班音乐教育它的一个成果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给我们这些音乐班的孩子呢，有施展他们艺术才能的一个舞台。我想一个孩子呢，他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一起的一个陪伴，除了师长的教导之外，我想家长的支持还有大家的一个支持，我想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鼓舞。所以不要忘记了16号晚上7点，大家一起来文化中心一起来响宴乐音传情。教育局强调，台南推动音乐教育，除了栽培有潜力学生，其实嘛不一定让学生走向音乐路。你是加一份艺术才能，甲知影通欣赏。而这摆联合音乐会，嘛欢迎有兴趣民众提前到大型高中提票共同参与。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有航空公司为了宣传企业形象，将原本装绘本的相画原型缩小，创意改造成精美的艺术品，而且佮结合10款企业的品牌，成为独一无二的创作，邀请民众有机会来到成功300会欣赏。原本是航空公司装绘贵的相画，不过原型缩小以后，透过创意改造，让变成一卡一卡趣味的艺术品。同时，该航空嘛陆续甲10间无同领域的企业品牌合作，互展览更加有看头。其中，首次来南台湾展览，除了选定成功300会，嘛邀请在地奇美博物馆甲权威者合作，希望互民众透过看飞轮机机汤的感觉，来欣赏独一无二的创作。其实在台南其实很少会有像这样子的展览。那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就是各界领航的品牌来，这10个品牌一起来做这一次的活动。那其实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就是耳目一新，然后不一样的感受。航空公司透过登陆计划，嘛跨入表演艺术界，这回来到百回通路，用鸡汤加光影的布置，嘛好济消费者大开眼界。邀请民众对今仔开始一直到2月6号免费参观。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感谢收看12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，咱再会。